中国政权掩盖东突厥散的集中营、奴隶劳动和种族灭绝罪行的虚假宣传方式之一，是把外国外交官带到该地区并组织访问。根据最新消息，中国外交部邀请30个国家的外交官访问东突厥散。据中东观察报消息，应中国外交部邀请，来自30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32名大使和外交官于8月初访问了东突厥散，了解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。8月7日，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次长伊瓦丘凯维丘特抵达台北，进行为期5天的经济文化访问，被中国外交部称为串访中国台湾地区。周五，北京表示制裁这位访台的立陶宛交通与通讯部副部长。中方决定对瓦伊丘凯维丘特采取制裁措施，暂停同立交通与通讯部任何形式的交往，暂停同立国际道路运输领域交流合作。立陶宛是认定中国在东突厥散种族灭绝的少数国家之一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早些时候访问乌兰巴托后，签署了盟中合作文件。该协议要求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。据说，恢复和重新连接项目旨在改善北京对关键自然资源的获取，并确保与受禁运打击的俄罗斯进行顺畅的贸易。哈萨克斯坦政府已批准与土耳其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协议。哈萨克斯坦政府发布的一项法令称，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于5月10日签署的军事情报领域合作协议获得批准。自科伦坡方面消息，斯里兰卡政府已允许中国望远5号测量船从8月16日至22日停靠在该国南部的汉班托塔港。媒体报道指，几天前，由于印度对该测量船在其周边海域的活动感到担忧，斯里兰卡政府要求中方推迟靠港计划。据国家通讯社 SBA 报道，沙特和美国军队周六在红海沿部省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，为期1个月的演习代号为原生狂怒22。沙特西部地区司令艾赫迈德·德比斯、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保罗·约瑟夫·洛克以及2国高级军官和军事官员出席了演习开幕式。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发布的最新判决书显示，因违反消费者法，谷歌被处以6000万欧元的罚款。具体来看，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，谷歌向用户展示了误导性信息，违规收集、储存并使用了澳大利亚境内约130万谷歌用户的位置信息。